愛等你變飛。我中意去，今天你請跟我體操無限，歌聲裏掌聲裏演繹成與關懷，沿途上有你結伴能跨過，夫婦裏分享愛，得到了每個支持高呼，拼盡去闖，一起發放光芒，將溫暖化成力量，向着前去，衝開每個障礙，一起去以拼勁再度去闖，歌聲響遍跑場，一起激發出能量，笑着同我，心充滿希望。舊年差唔多嘅時候呢，都係同一個地方舉行第14屆嘅 iRun， 好快呢已經進入咗第15屆嘅 iRun， 而且呢要恭喜東華同埋大家呢再一次呢創造新紀錄，因為今年嘅參與嘅人數呢比舊年更加多。今屆係我哋第15屆舉辦呢一個活動啦，亦係東華三院155週年嘅重點活動之一。我哋亦再次打破紀錄，有超過5500位跑手同埋伴跑員報名參加。喺2012年開始咧，香港賽馬會就一直捐助東華三院舉辦嘅 iRun， 咁希望透過跑步啦，鼓勵更多唔同能力嘅人士咧多做運動，保持身心健康。各界人士咧亦可以伴跑嘅形式咧實現傷健共融，等關愛咧走進呢個社區嘅。第一輪3公里挑戰賽起跑，正式開始倒數，5、4、3、2、1。